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今天的晚上，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同一时间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祝福大家在疫情期间，我们依然能够在每天晚上能够用安静的心，透过圣经，透过祷告，我们一起安静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能够受到更多上帝圣灵的感动与扶持，因为上帝一直都与我们同在。祝福大家的生命，我们用一首诗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来经历神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生命。虽然环境有许多对我们有极大的迫害，甚至让我们担忧，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是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牧者。愿上帝帮助咱，让咱常常在瓦克叶内底，伫每一天、每一个时，咱拢用感谢、和乐、用敬拜，明白上帝甲咱三甲地的生命。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那个敬拜感受到。靠着他的丰盛，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
在他的应许里面勇敢站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未来，唯有在神的手中，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坚强坚固的人，来为主来做美好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用你的生命，用你做我们生命的磐石，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你而得以强盛，因你而得以坚固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愿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保护者，带领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也愿主你一直带领我们走在神你的道路上，得着神你的平安。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41节到第46节。马太福音第22章41到46，圣经的话这样说：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节，有一个非常特别让我们学习的地方，也就是在今天的圣经节当中，他提到法利赛人再次聚集到耶稣的面前，他们一样在问耶稣许多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他特别要来反问他们，到底他们认不认识弥赛亚，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救世主。那耶稣就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是谁的子孙？然后法利赛人就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啊。可是呢，在这边耶稣就说了，那如果是这样大卫他被圣灵感动，怎么又会说他，就是说大卫又称这个基督是主啊？在他们的社会环境里面，称呼为主就是做王。那既然法利赛人回答耶稣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怎么大卫又会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说，基督是他的主，也就是他的王？那耶稣就说，在44节就说，在我们看44节的里面，其实是这个诗篇大卫的诗他们都非常清楚，大卫的诗里面所写到，诗篇第110篇第1节，就只有那么一节，那个一节里面他说到一句话，他说，主对我说，这是大卫写的诗，他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注意在这里说，主对我主说，这个主前面这一个主实际上是耶和华，也就是我们称呼的上帝。上帝对我主这个我主注意这个我主也就是大卫所说的，我的主就是我的救世主，就是基督。耶和华上帝对我的基督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其实我们从这一段一开始的这个称呼啊，这个人称的称呼啊，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耶稣要反问法利赛人，说你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可是为什么大卫在他所写的诗里面，他一开始说主对我的主，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说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怎么大卫会称呼基督说我的主呢？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明确的看到，耶稣他非常清楚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也就是他们并不是真正了解、认识这个再来的弥赛亚基督救世主，到底他的身份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或者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其实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谈到一个叫很神学性的问题，叫基督论，在谈论基督的问题，其实正好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节里面谈得非常清楚。其实也让我们看清楚有几个重要的问题。从45节，大卫既称他为主，好，这个耶稣说，那大卫既然称他做他的主，做他的救世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其实耶稣不是在质疑这段话，耶稣是在反问法利赛人。其实耶稣他是认同的，他知道这个救世主，这个基督啊，他的身份就跟他本身一样。他其实本身耶稣虽然是一个人，可是实际上他是一个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所差派来救世上的人，透过他能够明白上帝的爱。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既然是大家所明白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他也是大卫称呼基督是主。那我们从这里两个身份我们可以看清楚，基督救世主弥赛亚，他的身份有两个生命的特质。第一个身份的特质就是他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他是有像人性的谦卑降为卑微的人性面。那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有大卫称呼他为主，就是王的这个什么神圣的荣耀的神性的部分。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来了解咱的主，咱的称呼耶稣基督做咱的主，咱来了解，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否也能够学习像耶稣一样，除了是尊贵的生命，有价值的生命，我们还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是谦卑的，是委身的，是顺服的，而且是能够凡事都能够靠主喜乐的生命态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这边我们看到基督，耶稣在谈论的基督，告诉这些法利赛人，明确的告诉他们，这个基督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个单纯人性的那一面，是大卫的子孙。其实他的神性的部分，他是主。你们到底清楚知道这个他是主，我要称呼他做王，他做主。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如何学习更谦卑自己。所以有一句话说，在基督以外啊，我们从这边看清楚，从前面我们所看的经文，从法利赛人，从这些文士或者是乡间的长老们，他们都在质疑耶稣的身份。因为耶稣他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可是他有这些能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愿意承认他这个能力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基督他的身份，在基督以外，任何人对他的话语批评这个质疑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质疑他，实际上耶稣都在告诉他们，你们质疑也没有用，我的身份就是如此。但是你们明白我的身份是要做什么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法利赛人，不管谁对耶稣的质疑的任何言论的讨论，我们都可以看出，从今天我们开始做了一个结论。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耶稣所说的这些话，甚至也没有人敢再问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多少疑问，有多少对上帝所给你的这份宝贵的生命，这份信仰，你有多少疑问？但牧师要鼓励各位，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再多的疑问，你都要了解，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歌一样，有主与你同在。主与你同在的生命是会让你更谦卑自己，更知道自己是非常软弱，而且是非常卑微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有主在我们里面，基督有主基督的生命，是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有盼望。什么是盼望？我觉得盼望就是会让你知道怎么勇敢的活下去。这就是基督徒所说的永恒的盼望，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不管环境如何，你依然能够勇敢站立在上帝的面前，还有在人的面前。在我们生命里面，盼望我们一起学习，如同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卑微自己，谦卑自己，学习顺服的生命，你的生命会活得更精彩。有一个故事，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在从前有一个山上有一个部落，在这山区的部落呢，有一个酋长，因为他生了重病，后来他必须要在他的3个儿子里面当中呢，选一个来作为酋长。那后来这个酋长他就出了一道题目给3个儿子，他就告诉他们，他说：我知道你们每一个3个儿子，你们3个兄弟，你们都非常的有智慧，而且非常的有这个体魄非常的好。但是呢，现在我要交付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必须爬到对面这个山上最高处的地方，你们要从那边带一个东西回来给我，然后呢，你们要说说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后来这个酋长呢，就宣布完了以后，3个儿子他们就遵命就遵照父亲的给他们的指示，就开始上山了。首先呢，大儿子就先回来了，他递了一束花，这是他从山上所摘下来的，告诉他的父亲说：爸爸，这是我在山顶上哇，那边花开，然后也有这个虫鸣鸟叫的声音哇，真的好美啊。这个父亲就笑笑的对他说：你辛苦了，那些鸟语花香的地方我去过，但是呢，那是山路。所谓的山路就是那是山脚下，不是山顶。1个礼拜过后呢，这个2儿子也回来了，他精神非常的疲惫，然后呢，带回了一株这个山上的树枝，然后就告诉他说：爸爸，我也到达山顶，但是我看见了一片松林，甚至呢，偶尔还有几只这个秃鹰在那边盘旋，那是一个好地方。父亲也跟他说：你辛苦了，那个地方我也去过，但是呢，那不是山顶，那是山的零线你可能会说，那山的零线不就是山的这个顶端，然后山的顶端然后画出来这个线吗？所谓这个零线都是山的顶端，但不是最顶端。好，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山零线只要有好几个山这个高的山跟低的山的最顶端都是属于零线。所以2儿子他断羽归来以后呢，众人也都在期待啦。那如果连这个2儿子也不是山顶大家都很期盼这个小儿子可是这个小儿子1个月过后，小儿子还是没有回来，整个族人都非常的担心。那突然间有人就看见了，小儿子回来了，但是他的衣服破破烂烂的，而且身体非常的疲累。他对父亲说了一句话，他说：父亲爸爸，对不起，在山顶上什么都没有，我只看到自己在宇宙当中非常的微小，一眼望去什么东西也没有除了天空白云，那底下什么都没有。后来这个酋长父亲他虚弱的微笑着对着他的孩子说：孩子，
你真的到达山顶了，你就是下一任的酋长。他对着他的小儿子说完。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很多时候我们期盼往我们生命的最高处去爬去走，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付出我们生命应当付上的代价，是谦卑的，是学习摆上的生命。耶稣基督透过今天的圣经节，也在教导这些法利赛人，你们有许多的智慧，有许多的律法的学问，但是你们不晓得怎么样学习像基督一样。你们所认识的大卫，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王，但是你们不了解，大卫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说，基督是他的主。期盼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认识的耶稣，我们认识的上帝，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更谦卑自己，教导我们的生命为主而活。祝福大家，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学习许多功课，但我们更需要学习我们生命当中如何用感恩的心来向主献上感谢的心。我们用一首诗歌《恩典之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主的恩典当中，满有福分。祝福大家。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像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在主的爱中能够活出盼望的生命，谦卑自己，学习接纳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我们相信主要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你去。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愿主帮助我们爱他，认识永远他，不变的学习交托仰望，我们的这一生都要蒙受神满满的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爱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主，你是我们的帮助，好叫我们在认识你的道路上，一步又一步领受那充满恩典的道路。主啊，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领受神你的话语，祝福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